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南投的清境，有一场当家宴，把这个云南的传统风俗总搬过来，家家户户会准备一道家乡菜，伫个街路顶摆一排长，大家做伙食庆丰收。另外，中华的八卦山、毛地龙、趁秋天气候凉爽，举办户外茶席，哪听音乐，哪啉茶，真享受。 桌啊摆有够长，云南缅甸泰式料理摆甲满满是南投清境万新村一年一摆当家宴来啊！羊肉炉、凉菜、竹汤炒土豆、凉拌米线，云南的美食，互人真想要食看卖。很开心，找到小时候的自己。有好食米，嘛有节目，云南汉尼族传统服装舞蹈表演。 较早，中国云南的民众到清境定居，每年收成了后，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出家乡菜，大家做伙食，做伙庆祝丰收。一直到今嘛，当年阁保留这款的传统文化。早期我们父亲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，过的日子很辛苦。那后来过得比较好一点的时候，就想说要把以前的文化延续下来。在中华八卦山，有人摆长岛宴。 现场有来自北中南的民众，也有海外游客伫这品茶。南投市公所这几年推广青山茶，每年都一样来办这个音乐茶会。室外茶宴音乐会，伫真凉爽的10月特别浪漫。